相有樣嘢好得意，相唔同西方心理學。西方心理學咧係要對方好坦白講出嚟，就相唔係，相係你合埋個嘴，我憑你嗰個精氣神、你嘅五官、骨架、型格係逐個勾翻出嚟。但我嘅經驗寫6本書，啲人拿起本書咧，佢可以透過本書裏邊就等同好似拿起本草綱目，你會知道咧啲藥材啊、藥物啊點樣去處理。咁呢個先叫薪火相傳。歡迎收睇《李英財無所不想》，我係你哋主持阿 Kit， 呢位係李英財師傅。師傅，你做咩笑得咁開心啊？我都係咁講啦，大佬話冇嘉賓，我哋距離咪拉得近咯。你唔好理我啦，你講翻你啲嘢啦。我想問咧，我哋上集咧講到咧11層睇相有唔同嘅層次，好似講到第7層啫喎，咁仲有其餘嗰啲層數咧？第1層實況際遇，第2層實況時間，第3層實況成因，第4層實況處理，第5層實況嘅心因，第6層係實況嘅次數。第7層係實況嘅後觀，就我哋講做創傷後遺症。上一集我就講到啦，第7層就話有啲人咧，佢離咗婚之後，或者佢失敗咗之後，佢再冇鬥志。咁但係有啲人就會仍有。好啦，去到第8層唔同。第8層咧，人係一條食物鏈。咁即係話唔係話你個婚姻就淨係婚姻嘅事，可能婚姻會影響咗佢嘅妻財子祿嘅價值觀、人生觀、世界觀。咁即係話第8層，你要研究佢個相。佢個相有冇嘢連帶受呢件事影響而轉咗、成熟咗、幼稚咗、逃避咗、恐懼咗，即係佢嘅改變。冇錯啦。嗱，相有樣嘢好得意，相唔同西方心理學。西方心理學咧係要對方好坦白講出嚟，就相唔係，相係你合埋個嘴，我憑你嗰個精氣神、你嘅五官、骨架、型格係逐個勾翻出嚟。所以相有個好處咧，就係佢係無意中撬開一個人嘅心鎖，令到個人好暢快，講到佢以前嘅嘢出嚟。我哋只要同佢揾到嗰個源頭。我冇嘢叻，我最擅長咧係同啲老人家溝通。我去過好多啲老人院，同老人院做風水咧，我都同佢拉啲關係。有時借頭借路咧，會上去咧就話同你睇下有冇嘢執啊，諸如此類，你又唔收錢咁樣。咁我就同啲院長一熟咗咧。今日有時院長會同我講，佢係嚟咗個新院友啊，好麻煩啊，又唔出聲乜乜。咁我會走去同佢 social 啦。好短時間，我就會同我啲老人家咧溝通得到。師傅，你啱做心理學家。其實根本我哋係做緊一個中國人嘅心理學家，係中國心理學，由頭到尾都係講緊相由心生。我好多集我都講咗，人可以輸，人可以失敗。因為你輸咗失敗，你自然你會有成功嗰個觀念，同埋你點樣去進步。但而家新一代研究術數，你會發覺咧，舊嗰代嘅師傅咧，佢唔係因為錢而做呢一行，舊嗰代嘅師傅係因為佢中意呢一樣嘢而做下投入咗去。我近呢20幾年，我嘅學生咧有好多係走過嚟問我可唔可以做呢一行？我問佢。你係因為呢一行揾錢係做呢行，定係你中意呢行？咁啊，梗係揾錢啦，幾舒服啊！見你舒服，你知唔知我要背幾多嘢？我要睇幾多面色？我要撞幾多板？你點樣可以唔使要努力咧？你會做到？但你知唔知做到呢一個師傅嘅人係要撞幾多板？係失敗幾多次？你先識計到呢條數啊！如果咁容易，呢個世界就唔會有咁多災難啦。好啦，講翻個相，相係一個好貼地嘅相。當我哋去到咧研究埋佢嗰個連鎖反應之後咧，咁呢個係第2個階段。好啦，第10層就係你身為一個相學家，你見咁多嘢，你就要不停將你所見所聞嘅嘢消化，將自己強大。你只有將你自己見識強大，你先可以幫到更多嘅人。嗱，我人前人後，我冇講過我自己有咩學歷。我由我31年前我寫第一本書，我話我自己小學畢業，到而家我都係小學畢業。但我就唔明而家啲新一代嗰啲咧，攞個學士碩士嘅招牌嚟話自己係一個玄學家。咁我諗極都唔鬼明，其實你個學位同你嘅玄學嘅知識有咩關係？因為冇關係。
同埋仲有一樣，聽講係買翻嚟嘅。買唔買我唔知啦，但係有樣嘢好肯定，我14歲跟我師傅係雙博士學位，我跟咗佢50幾年，我從未聽過我師傅喺人面前講佢係雙博士。佢而家做咗教授，但佢從來冇講過佢自己係教授。我有啲行家問我做咗咁多年，點解唔搞啲學生會？點解唔搞啲社團，可以令自己咧左扶右拔啊？呢個就做會計，嗰個就做娛樂，呢個做咧團體令到自己咧人上人啊！我唔中意呢個感覺，即係我覺得你係教學嘅，你就係教學。我一個人嚟學，你就去教，就唔好去做嗰啲咧，搞嗰啲咁嘅大龍大鳳，就整一個會，倒不如將你嘅見識係將你自己強大呢個第十個階段，令到你自己更有力量去幫啲眼前嘅人。好啦，到第11層，將自己嘅學問唔係屬數學問，係將你唔同嘅學問融匯喺屬數嗰度，融匯咗做金句。你見喺節目裏面，有時候你講我講嘅説話咧，你會嗒落，你會有味嘅。你會發覺咧，睇我啲節目睇一次你唔明嘅。譬如話好簡單，點樣先揾個好男仔啊？錢喺邊度，個心喺邊度？一句説話講完啦。點樣可以做得更好啊？休息為咗行更長嘅路，你唔好死做咪得咯。咁其實一個好簡單一句嘢，呢個金句，而佢唔需要經咁多道理。唔好將嗰個所謂成功咧，係因為你放杯水喺個車度，你就會財源廣眾。聲音學唔到，眼神學唔到，氣息學唔到，不但止，你就你唐眉啊，65唐眉，細有清寒膚，長短易說腹，粗俗龍所斷，輕柔蔥用船，瘦曲直墜衫。你就係你個鼻啊，長直短小，你淨係睇個鼻都有排俾你學啊！我眼中係11層。但我要求嘅學生唔多，係要求4層嘅啫，就係先做實課，唔好講犯晒稅，唔好講話咧就突然間又落魄啊，所以你咁樣唔講呢啲嘢，先講佢而家發生咩事，然後再講佢件事嘅時間有幾耐，再講呢件事佢原因喺邊度，然後再教佢眼前解決佢而家嘅問題，搞掂呢4層，你先講後邊咧嗰5層。然後再講後邊嗰3層，咁樣咧，仲有一層係教佢最重要嘅係點樣終身避疫，庸醫係醫病。當我哋了解咗佢咁多層睇法，你解決佢眼前唔係好大幫助，因為佢故態復萌。上醫係防病，將佢成個相組合教佢一個方法，以後唔會再同樣犯呢個錯。即係等於你俾人呃，你以後咧，你記住，你呢相你唔可以送男人，或者你個相咧，你以後唔好鬥投資。你唔鬥投資，你嘅程度減開一半。呢個要終身避疫。頭尾11層。好啦，但我做緊嘅係第12層。係邊12層？31年前開始我就做緊啦。就係著書立說。我舉一個例。當時嘅李時珍常百草寫一本《本草綱目》，佢點解要肯寫？佢點解要將佢心得寫？係因為佢相信咧，100年後、200年後，啲人對中醫有興趣，佢會拿起本書啟蒙佢，跟住咧佢可以將佢份精神同埋佢經驗延續落去。我成日都咁講，我再叻嘅，我只能夠喺我在生之年見到有緣見到我嘅人，然後跟住講俾你聽點樣處理啲嘢。但係學問係冇限噶嘛，千萬年噶嘛。我跟師傅學，我睇好多相書，呢啲都係前人俾我嘅經驗。點解我唔可以好似前人一樣，將我嘅經驗點滴不傳寫落書嗰度？耳仔一本，額一本，眉一本，眼一本，千微譜，眼上心鑑，拳鼻會，口上純元集，寫晒落去，唔同嘅鼻，唔同嘅口，財富線一本，感情線一本，跟住日後可能係50年後、100年後，再有一個李英才，攞住本書啟蒙佢嘅睇法。咁似啲武俠奇才攞住本書，跟住可以就係咁樣。我要嘅就係唔只要我在生之年
可以將我套相法幫到人。要我100年後我唔要名，100年後有咩利益都唔關我事啦。但我嘅經驗寫落本書，啲人拿起本書咧，佢可以透過本書裏邊就等同好似拿起本草綱目，你會知道咧啲藥材啊、藥物啊點樣去處理。咁呢個先叫薪火相傳。好多謝師傅今日精彩一集啦，教曉咗我哋做人嘅道理啦。如果喜歡我哋嘅影片，可以點擊訂閱同埋點讚我哋以下嘅連結，報讀我哋課程。下集再見。